长得好像小小啊，只可惜你不是他，可惜他还是别人的前男友。聪明，没有啊，我那天还有话你没听到啊。我那天说我要处理好以前的感情垃圾，重新跟你开始。但是你也不接电话，你还跑到这儿来，自己在这喝闷酒。聪明，你别让我担心好不好？啊？我昨天晚上喝醉酒，是不是跟迟墨说了什么？shit！ 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东西它就是世界上最恶心的发明，没有之一。哎，表哥，你站着干嘛？过来帮我弄弄啊！我就是，哎呀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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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过来，过来，金秘书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我让你办的事办好了吗？按照您的吩咐，都已经办好了。可是您确定要这样做吗？你有异议？啊，没有没有。Let's go！ 走啊，快点！哎，聪明，来，聪明，哎，坐啊。怎么了？冷啊？那个，你去把空调关小点。好，对，把空调关小点。啊。我这次来呢，就是要给郝聪明女士开一个道歉大会。什么？道歉大会？我又做错什么了？就是表达我对你最真诚的歉意。丁秘书。啊。这个呢，是我亲手写的道歉书。陨石系列确实是我们无耻的剽窃。是撞车，头一次。你不舒服啊，丁秘书啊？没有没有。我今天来，不仅把陨石系列的创意还给美克拉美的著名设计师郝聪明女士，恢复其名誉权，因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，我们迟氏集团全部赔偿。我迟墨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为难郝聪明小姐。你真的是迟墨迟大爷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那你会不会后悔啊？这件事情，段经理不为他在意细节。迟氏集团将发表声明，陨石系列的创意归美克拉美。当然，由此造成的损失，我们迟氏会进行赔偿。至于其他的嘛，我想我们都是生意人，
总有合作的机会，对不对？您说的有道理，您说的有道理。对哦，不能后悔。哎，这样，我来教你吧。你拿着这个，我们拍一张照片作为物证，好吧？来来来，你来跟我拍。哦，你快点啊！来， 1、2、3，好了。再来一张，再来一张，拍脸啊，脸。我想想啊，哦对，手机给我，我再录一段视频，好吧？关于陨石系列的事情，确实是我们迟氏集团无耻的、不要脸的抄袭人家著名设计师郝聪明小姐的，所以对此我迟默感到非常的歉意，我真的是太不要脸了。金秘书，你要是真生病了，你就去看病啊，免得外人说我们迟氏集团虐待员工啊。你这是在教我怎么对付你自己吗？哎，你不用管这些。这样吧，大家都来合个影吧。快点，就是你，还有你啊，你来拍。来。您请，您请。不管他是没吃药还是吃错药，终于还是还我清白了。加油，郝聪明！今天我一定要跟郝笨蛋完成我的告白。小小，聪明，我们和好吧，好不好？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送你回家，好不好？你帮我拿着吧。先生，您到了。嘘，师傅，不好意思啊，让这位小姐再睡会儿。那个表你就照打，到时候多少钱我照付就是了。谢谢。进来。老板，您昨天是不是没休息好？怎么黑眼圈这么重？没有。金秘书，我问你啊，我昨天有没有什么不对劲啊？您为什么这么问啊？是关于美克拉美珠宝设计师郝聪明的那份道歉信，